伫咧新德县的江南乡有一栋攀远的三合院，最近有人发现讲，伫厝顶发出规片的柑仔色羊吊情花，真侪人听到消息了后，专工走来遮翕相。一大片柑仔色的花，远远看过去，就亲像高压顶，大家想袂到应该对土内底发出来的食物，奈伫厝顶发甲遮尔啊旺，民众知影了后，专工来翕相。怎么会在荒废的古厝上面会长满了鲜花？结果来看之后，发现还真的蛮特别的。因为很特别，而且开得很均匀，每一朵花的感觉都觉得很可爱。专家表示，这款花叫做羊吊钟，外人讲不死鸟，原产地非洲，花期一冬一摆，会使开1-2个月。落地生根哈，其实种类有很多种类。那这种棒叶的不死鸟落地生根，它其实要能够长这么一大片，要有一些条件。那所以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一片，它有这么大的一个壮观的景象，确实是难得的。这款食物本身生命力真强，真熬生炭，只要有一撮土就会当生长。不过要一摆生遮多在厝顶，确实真罕见。记者杜君豪，新潮报道。